下营的上帝庙要绕境活动了。哦，礼拜六、礼拜天绕境活动之前，礼拜四晚上有歌唱大会，礼拜五下午3点还是3点半有布袋戏，布袋戏。武承恩公园，武承恩公园就是跟上帝爷宫有关系。以前的人避免缴税，要把那个土地所有权人写土地公，不写上帝爷公，名字叫武承恩。哦，加税。哦，你看这个加税哈，好美哈，很有创意的风吹啊！哦，还可以先上。哦，还可以先上。你看，好叫创意风吹啊，创意风吹。创意风车，哦，好，风车沿路去，很有创意，风车沿路去。哦，你看，哎，龙。哦，看风吹得好漂亮啊！哦呀，好有创意啊，做这个风吹，好有创意做这个风吹啊！哈哈，好有创意啊！啊哈哈，飞机的啦，瓶子的啦，哦，转盘的啦，好有创意的风吹啊！哈哈，要飞机的，你看飞机的，好有创意啊！风力就可以这样转动，哎呀，好有创意啊！好有创意啊！啊，你看，要有转45度啊！那个 A 片要有转45度啊！你看，还有塔哦，看，还有乌龟嘛？以前说还看到乌龟，放生树，还有鹅嘞！注意看那个湖中有鹅，哦，那还有远方那个超大的风吹，远方超大的风吹。那好，在秋天哦，风大的时候看风吹，哦，很漂亮。武承恩公园，然后以前啊，庙前面都会有那个水池啊，哦，会变成公园。哦，莲花上面那个竹子，哦，画莲花了，画莲花换鸟啊，莲花跟鸟啊，画得好漂亮。是，惟妙惟肖。画鹅了哈，下营的鹅在那里。画鹅了哈，鹅脚、鹅头。画乌龟了哈，乌龟了哈。我看到乌龟还有仙鹤、红顶鹤、丹顶鹤和乌龟，丹顶鹤、仙鹤。哦，远方还有龙比较大的。
哦，以前那个演歌仔戏都在这边，演歌仔戏都在这边演，玄武台。